伫台南大学附属的科创学校，甲着新华高工，学生精彩的开场表演。114年教育部表扬德外特殊教育人员的颁奖典礼，16号下午伫台南福尔摩沙游艇酒店盛大来举行。台南市长黄伟哲甲着教育部长陈永尧伫致辞时，特别向着获奖的人员以及全国特教老师来表达敬意甲谢意。今天所有受奖表扬的各位老师以及所有的人员，都是最具有爱心，也最具有这个耐心的好朋友。不仅具有专业的技能，而且具有无比的这个心理的素质，真的非常谢谢。那再次对各位表达最高、最崇高的敬意，也祝福所有今天受奖的各位老师以及所有的教育工作者。第一线的生活真的是非常压力非常重，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人说特教老师就像超人，因为他会飞，他会冲，会瞬间移动。其实我们知道，他当然不是真的在飞，但是他是因为需要跑教室、接电话、顾学生、写计划，常常忙得像在飞。这当然我们国教署教育部要检讨，怎么样让我们的更多的特教的老师能够更专注在学生的一个教学辅导跟照料扶持上。在我的心中，今天在座的各位就是教育界真正的超人。首先要恭喜今年获得表扬的57位卓越特殊教育人员，你们的努力与付出，不仅成就了学生的学习，也温暖了无数家庭。在此谨致上最深的敬意与感谢。今年获奖的总共有57名德外特殊教育人员，来自全国不同的县市，各中小甲着教保服务机构有36位，高中职、大专院校、特殊教育学校甲着行政机关有21位。每一位获奖者拢有感动人的故事，其中台南市的部分高达6位的特教老师来获奖。另外，为推动特殊教育的革新甲着修法，会中教育部长嘛表示，将去年调降特殊教育班的师生比，预计将会当增加2550名的特教老师，同时嘛将调整30多档无调整的特殊职务的加级，自明年115年2月开始，将对每个月1800块调整为2800块，算是教师节进前送予特殊教师的一项礼物。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